宜安赵君安表示，为伫台南有赢台湾比荷兰村，伫前县长苏焕智任内开了2.4亿来拆建。原本规划一条优湖的路线，对台湾比到明慧附小边仔的码头。不过后来经过3任的市长，政策拢无延续。宜安赵坤元希望会用比照虎头比的太阳能光电的船，会用载客来游湖，带动地方的观光。一个台湾比遐尔啊大，迄真正有大的，吼，像这台，安尼一台伫遐投资偌济，市长，安尼投资偌济，一台遐会当带动观光的时阵，你敢袂？真好啊，真好啊。迄一台偌济钱，主人偌济钱？当初差不多1000万。好，1000万。不是船仔的问题，是水域的问题。我拄仔要补充报告。会中因为水利加观光拢将水域加水权塞入大塘含农水署，予议员相当的感慨。不过后来观光旅游局嘛表示，目前第一阶段已经争取公告水域的活动，开放局部的区域，会用的行驶独木舟加 SUP。你第二阶段会搁再努力争取航线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